上拍台湾歌，上拍电火王，今日来自唱的歌手有李秀集团。等你大汉，你嘛会当改，同款做理解的代志。搁等呢，搁等呢，啊，一个倒数总有一天袂有其事啊。我来感觉生活内面有台美，台美嘛是源自所有生活一切。伊教我讲台语，伊教我做人害事真多道理。这几年才阮行收紧啊，会当较慢的，先去体会阮的生活。学习啦、吼体会啦，这拢是人生最重要的代志。你有你的愿望，你的未来啊，你的路爱行，陪在你身边的人会跟。上好听，上时行，上经典，上出名的，拢伫上拍台湾歌。